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。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。上辈子，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一千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明明就说只是小病，来打一针而已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就来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不是很痛啊？唉，静静啊，你就少说对不起，多读书吧。你呀，做事跟你爸爸一样的，只是这病啊，真不希望跟你爸的一样。我爸说了，这不算病，你就别在这儿危言耸听了。好，知道了。难受吗？唉，你识趣点，下次就不要再扎烂我的手啦。好，奴婢遵命。那你就赶紧休息吧。儿子，啊，今天呀，你除了带老爸做的那个汤之外呢，你把这些资料带上。峰峰一个人在医院里挺无聊的，正好可以给他打发时间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上次峰峰说的那个忘情水的资料，我都把它一一的整理出来了。你记得千万要转交给他，之后呢，我再慢慢的解释给他就好了。今天呀，都怪我学校里实在太忙了，我走不开，要不然我自己到医院去跟他好好的聊聊了。哎，我这跟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听到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那你千万要记住，一定要转交给他。知道了吗？好。那我出去了啊。忘情水。
静静就特别不仗义的自己溜进去了。我这么小的身躯，我就拼命的顶，颐宇哥拼命的顶，拼命的顶，颐宇哥就砰的一下，胸就突然发力了，我就嗖的一下飞走了。颐宇哥就是不让我进去，只是伤透了我的心。越不让进越有鬼，我偏要去看看。哎，你还不能下床啊！我有急事，我要马上出去。哎，不行，天大的事儿等出了院再说。来，先坐下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待在这，整个人都要发霉了。我真的没事，你就让我出去吧，出去走走也好啊，求求你了。想要出去的话，就得赶紧好起来。黄辉，这里我来吧，出去吧。好的。哎，护士，我姐姐怎么会晕倒啊？我知道最近他们有些事情瞒着我们。对不起，我现在真的很乱。他的记忆好像慢慢的恢复回来，我需要时间去整理我自己的心态。我不想再压抑自己的感情，这样对你，对他，都是不公平的。所以我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好这段感情。好啊，我都说了。你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是你想的，我都支持，而且我都能理解。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有责任，不要觉得对不起我。谢谢你，黄辉。你需要一点时间是对的，我可不希望我的新娘子的心里面还住着别人。我黄辉要拥有一个完整的芬芳，所以你就先处理好你们俩的感情。只要你知道，我一直在这等着你就行了。谢谢。小公狗，这是你离开我的第10天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在哪里啊？小公狗，100天了，你是不是不打算出现了？但是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，我要振作起来。我打算重新开店，名字也已经想好了，等一个人，等你。我的日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。我今天好像真的看见你了，以为是你救了我，把我送到医院里。醒来之后才发现是幻觉。你这副恶心的样子，跟街边那些讹人的小乞丐有什么区别？你给我滚！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虽然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，但看着你快乐，我好像也很心安的样子。
新的一年里，让我们继续做好朋友吧。放心吧，他不会出事的，因为只有他才是制约你的砝码，我可不会那么笨的。因为只有他才是制约你的砝码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还我茶叶，就还我茶叶！别缠着我，放开！一生一久的幸福在身边气息。放开他！放手！放手啊！其实我从未远离。你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菩萨保佑，快显灵！请菩萨保佑姐姐、皇上、太上皇平安健康，早日康复，早日归来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菩萨保佑，快显灵！臭死了！再臭也要忍着。你不觉得咱们这店里风水不好吗？所以我只能用老家的方法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。臭死了！福生，这店里的生意刚刚好起来，姐姐、皇上、太上皇前赴后继的都遭人暗算。姐姐现在还在病床上躺着，皇上不知道什么情况。还有可怜的鳄鱼哥，他被冉冉伤得那么重，现在只要一提到冉冉，脸唰的一下就变成冰块了，吓死人了！臭死了！臭死了！臭死了！再臭也要忍着，再臭也要坚持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菩萨保佑！天灵灵，地灵灵。老大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去接峰峰了。我不去了。什么？我以后都不去了。你以后再也不见峰峰了？你先下去吧。哎，我没听错吧？你不去看峰峰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元宵怎么突然那样？他为什么会那样？应该由你诊断才对，你还问我？你怎么了？回来以后就怪怪的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还说不去见峰峰。我只是，如果峰峰问起来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一定不能提元宵的病情。为什么？峰峰那么疼他，说不定峰峰来了，元宵的病就好了。你觉得他现在那个样子，还能为别人操心吗？明明就是在担心他，还说不去看他。你是在赌气吗？是什么不重要，还请你答应我，就当是为了元宵，也是为了峰峰。哎，等会儿啊。我又说错话了，我又做错事了是吧？你还说我不明白你想要什么？
我我怎么就不明白你想要什么了？嗯，你不就是想要我？有钱的发飞啊！我明白了。没有，太难了。芬妮小姐，你好。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这没什么潜规则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在外面给我乱嚼舌头，否则我就报警，听见了吗？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了。芬妮，你来找我啊？我路过办事。哎，这芬妮，你听我说。你要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也没有潜规则。我警告你啊，你不准乱来，否则我就报警。你报吧，我不怕。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什么都给。神经病，莫名其妙。芬妮，我这次是认真的，说到做到。我就等着看。你无非就是想要钱，你想要多少，我全部都给你，啊？还是你想要我所有的家产，你把它放了，压着我一个人就行。你识气点，就赶紧去给我弄点药来。如果他有什么事情，我宁愿死，也不会满足你任何要求。你还好吗？真的纯女人，真的纯女人。我是小公狗，我是你的小公狗。你都想起来，可是我怎么觉得哪里怪怪的？别弄坏他的肉体，我还要靠他的血活命。接电话，快接电话！接电话呀，刘欢！哎，门怎么开了？不会丢东西了吧？姐姐呢？姐姐，姐姐，姐姐怎么不见了？喂，喂，姐姐不见了！谁呀？大晚上的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
找李欢，有急事问他。他已经睡了。找小元宵。他生病了也睡了，你小声点，别闹了。就算得传染病，我也不怕。不行，你这样遮遮掩掩的反而更奇怪。你轻点。你不让进是吧？李欢，元宵。何宇。你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？下去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找我什么事？你都记起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想起来，你是来自……对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想起来就太好了。那你应该知道，绑架我们的人就是夺权篡位的拓跋将军，他很危险的，我怕他……你今天穿成这样来这儿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吗？我也不想这样的。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又没接。你关心别人之前，能不能先关心一下你自己啊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应该待在医院才对。你真的不用担心我的，我反倒是很担心你。那天我听他们说什么要抽干你的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天你已经昏迷了，我们没有聊什么血腥的事情，很可能是你的幻听吧。那天我是晕晕乎乎的，但是应该没听错啊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我会自己解决好。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情，冯小姐请回吧。哎，你又发什么神经了？从一进门到现在，一口一个冯小姐的，我真是不能忍了。还不如不要恢复记忆了呢。一朝被打回原形，又变回暴君了。还是你记起了从前，又在怪我了是吗？往事无需重提。无论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，还请冯小姐清楚现在应该做的事情，就是要跟黄辉结婚。我本来不想说的，但既然你先说，那我就想问清楚。请问，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那